体育消息来看2023亚洲职棒比赛，中职联队拼第3名的比赛对战澳洲队。虽然第7局是去互对手足平去，不过中职联队第9局下半局以郭天信的再见安打，以4分比3分将基本摕到第3名。再球又棒边，有 say goodbye。郭天信攻出一支再见安打，和中职联队伫咧第9局下半局攻下第4分，甲澳洲队攻再见，也摕到2023亚洲职棒冠军争霸赛季军。这场季军赛第3局下半局，中职联队先发动攻势，古迪廷这粒雷亚高地球，先甲队友送转来本垒摕到第1分，送来满垒和行球二垒方向的高地球，搁送转来1分。有几手接球啊，漏了，这边也漏了。但对方雷亚手皮出状况，中职联队这半局摕到3-0领先。澳洲是伫第4局顶半局先力赔1分，第7局顶半局搁靠到4支安打摕到2分，加比数9平。中职联队一直到第9局下半局，才靠郭天成这支安打加3垒的张振宇上台，上尾4-3气走澳洲，摕到这届亚冠赛季军。伫暗时的冠军赛，日本队也是用再见安打摕到冠军。这个球打到了3垒方向，冲越，比赛结束了。门协成共策再见安打，和日本队4-3打败南韩，摕到这届亚冠赛冠军。其实日本队伫咧前段也搁输2分，一直到第6局下半局，才靠到高飞牺牲打，加比数立到2-2平手。延长第10局采用独步强局制。南韩只敢摕1分，和日本有攻再见的机会。上尾用再见安打摕到冠军，也是亚冠赛2连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